来乡亲啊，即届的地动甲花莲是上一个转折力，世界各国拢传来未少的慰问。也毋过同一时间，中国是派军机军舰来扰乱台海，而且中国的代表竟然搁伫咧联合国的安理会代替咱台湾来感谢国际的援助。外交部是痛骂中国相当的无体。 花莲发生大地动，联合国安理会等各国对台湾温暖来关心，中方代表耿爽刷雄雄发言来谢谢。刚才有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就天灾食台湾豆腐，表示对我国主权的归属。外交部批评这是无体的行为，利用天灾进行认知作战，敢若政治算计是拢无好意。尤其政经国台办表明讲愿意斗3天，不过昨昏和今仔日，我国阁侦查到8架强军的军舰来侵扰台海。我们国军除了要支援花东救灾、各地救灾之外，还要分兵力去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这叫寡拿给小金哈。 太假了哈！中国相面多轨的做法和国际小挺台湾完全袂比。总统府的面册普文列出88个国家，来自友邦也是理念相近的国家政要对台湾赈灾的支持。 Canada stands ready to provide support and have reached out to Taiwanese officials. We're also engaging to make sure affected Canadians have the support they need.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嘛亲身开记者会声援，唔那安尼，美国联邦众议会国会台湾连线嘛关心花莲的灾民，表示会全力支持和台湾徛做伙，国际资源和帮助和中国正做强烈的对照。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